以貌取人。孔子就有兩個學生，有一個咧個樣啊生得咧非常之醜陋嘅，個名叫做子羽；有一個就生得非常之英俊，個名叫做宰予。兩個人咧雖然都係孔門弟子，但係孔子對佢哋兩個人嘅態度相當之大分別嘅。孔子咧見到嗰個子羽因為生得咧太過醜啦，所以好自然咁樣咧就厭惡佢，就對佢冷淡起嚟啦。而宰予咧生得非常之英俊，又有一定嘅口才，所以孔子就非常之中意佢，認為將來佢一定咧受到好多人嘅喜愛，青雲直上。點不知咧，孔子嘅諗法完全錯晒啊！子羽咧呢個人咧非常之中意學習，佢離開咗孔子之後，更加努力咁樣去鑽研學問，後來咧仲遊學江南，成為咗一個好出名嘅學者。跟隨去學習同埋拜佢為師嘅學子咧有300幾個人，佢嘅聲譽越嚟越高啦，所以咧各國嘅諸侯咧都知道佢呢個名啊。咁另外一邊廂咧，即係英俊嗰個宰予咧，佢最初頭咧都俾人哋一個好謙謙君子嘅印象，到咗後來之後咧，佢又唔中意學習嘅特點咧就表露無遺啦。就算孔子咧好中意佢都好，教得非常之認真。但係佢求學嘅時候咧，成日都非常之唔認真嘅。孔子咧已經勸咗佢好多次㗎啦，但係佢咧一句説話咧都聽唔入耳啊！有一日時間都唔早㗎啦，阿宰予咧仲喺個床嗰度瞓覺，唔去讀書啊，搞到孔子非常之嬲啦，鬧佢係一塊不可雕琢嘅枯木啊！後來宰予由於口才出眾，成為咗齊國嘅大官。佢因為以下犯上之罪啊，俾阿齊王咧開刀問斬啊！孔子咧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就非常之沉痛，就話啦：唉，喺子羽身上，我知道咗唔能夠以外貌嚟衡量一個人，而宰予嘅事亦都敲咗一個警鐘，唔能夠憑一個人嘅口才嚟衡量佢。所以以貌取人呢一句成語咧，就係話淨係根據人哋嘅外貌去衡量人。以貌取人咧嘅例子就有，最近學校就好多同學就中意咗一個非常之有型嘅偶像明星，因為佢生得高大，笑容又迷人，大家都以為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。但係咧，後來有一單新聞出現咗之後咧，原來呢個偶像咧成日講大話，對身邊嘅人咧都唔尊重嘅喎。就係因為咁，大家都明白到唔可以因為人哋嗰個外表好睇，就覺得人哋人品一定係好嘅。結果咪大家都犯咗以貌取人呢一個錯誤咯。